的应许，上帝赏赐的平安眠。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免惊啥物。虽拄着风台地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放伫我的内心。我过心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底，永远安慰我。有稳定甲主爱，当我三做伴，有平安伫我一世人。也是伫天顶闪闪星，月亮光光照隔壁。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树声的吟诗，上帝赏赐的平安眠。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免惊啥物。虽拄着风台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放伫我的内心。我过心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底，永远来安慰我。有稳定甲主爱，当我三做伴，有平安伫我一世人。我过心山谷。我过心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底，永远来安慰我。有稳定甲主爱，当我三做伴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。有平安对我一世人，搁一摆来宣告讲有平安对我一世人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主你讲，你要赐予阮真正的平安。主，伫你的内面，阮拢无惊吓，因为主你要来帮助阮。你要来扶持阮，虽然阮有经过困难，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但是主，阮毋惊灾害，因为你要永远甲阮同在。所以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阮，用你的话语加在阮灵性的米粮，互我当倚靠你黄头前所采的标来泡澡。所以，我们要亲像鹿因无溪水一样，我们要伫今日暗，要来朝找主你，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管压阮，互我会当真做主你所欢喜的囝儿。我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来今天继续历代志第3天的华语共读啊，在我们读历代志，好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来认识圣经当中旧约人物。好，那特别在历代志当中，好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形象，透过所造的人，好，一代一代的传承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上帝所传承的第一代就是亚当。好，到了挪亚是第几代？第10代啊，第10代。好，到了亚伯兰是第几代？
第20代，好20代，好，所以这几个关键数字呢，好，大家如果你能够记在心里面，好，你读历代志会比较容易一些啊。那到了亚伯拉罕，好是第20代，以撒21代，雅各是22代，而雅各有几个儿子？12个儿子是第几代？23，好，因为雅各是22代。好，所以在创世纪的29章、30章、35章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分别从4个老婆生出了这12个儿子。好，大老婆利亚，好就是拉结的这个拉结的姐姐啊，生出了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。好，然后呢，拉结就用她的婢女毕拉呢生了但和拿弗他利，而利亚呢又用她的婢女和亚伯拉罕生了对不起，和雅各又生了迦得、亚瑟。然后利亚自己呢，后来又生了2个以撒加西布伦。最后，上帝终于垂听拉结的祷告，生出了约瑟和便雅悯。而因为约瑟呢救了全雅各一家70人啊，所以呢他成为继承长子的名分。所以他2个儿子马拿西、以法莲好有双份。好，马拿西是哥哥，以法莲是弟弟。好，但是当雅各在床头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呢，是把右手放在弟弟以法莲的头上啊，祝福给弟弟。但是到了创世纪49章，就是雅各要为这12个儿孙来祝福的时候呢，好，他的顺序有做了一些的调整。好，一样前面4个都没有变，好，但是呢，中间的5、6、7、8、9、10变的顺序，好，约瑟和便雅悯仍然是在最后面。好，但是好，这还没有太大问题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到了申命记33章。摩西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，好，他也依序好来为12支派来祝福啊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离雅各的年代将近400多年了。好，那这12支派当中呢，好，我们用颜色来看，黄色就是大老婆生的，草绿色就是这个拉结妹妹生的，好，然后这个咖啡色就是这个利亚的婢女生的，好，深绿色就是这个毕拉，好是拉结的婢女生的。可是少了一个支派哦，就是西缅支派。好，在摩西生命记33章的祝福当中，没有看见西缅。而到了创世纪46章，好，再一次把这个家谱序做整理的时候呢，好，也重新又把这顺序来调整。而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会看到历代志的顺序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前面1到6，好，大概是大同小异。好，它是分成好这个大老婆。好，那然后呢，约瑟、便雅悯呢，来到了第8和第9的顺序哦。好，然后迦得、亚瑟、但、拿弗他利放在中后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代表什么呢？好，代表我们读历代志，好，这个作者他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。好，因为历代志从第一个人名字亚当开始写下来，写到了闪、好、含、雅弗，那他要来交代为什么是由闪好来继承长子的名分。然后写到了亚伯兰之后，他又来交代为什么是由以撒来继承长子的名分。然后呢，从以撒之后呢，他又来交代以色列，就是雅各，为什么是犹大或是约瑟来继承长子的名分。好，在昨天我们开始有讲，好，这时候就有犹大的路线，好，犹大是长子的名分，跟约瑟的路线，约瑟是按照好这个血统上，但是犹大是按照应许上哦。好，所以大卫呢是从犹大好来成为这个继承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好，但是我们知道从马太福音第1章，亚当一直传到了耶稣，就是第60代。而61代呢，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谁是61代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第几代？60还61？好，我们是耶稣的儿子还是兄弟姐妹？好，我们是耶稣的兄弟姐妹啊，跟耶稣是同一代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都是亚当的第60代，我们都是亚当的第60代。好，那这12支派呢，在摩西的告诉约书亚的分配当中，好，你可以大概用这个图好来看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特别会读到西缅，所以西缅是被分在犹大区岛南边的地方。好，约书亚记19章第9节解释哦，因为犹大人分的地太大太多。所以西缅人就在犹大地的当中得了地业，好，那他们甚至是在犹大就更南的地方。而在创世纪的32章，好，西缅是老2，利未是老3，因为哥哥流便或是吕便呢，好，他睡了爸爸的老婆，
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失去长子的名分。而老二、老三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好，就是为了他们的妹妹，他们去屠杀示剑城的人，好，假借割礼，然后趁着他们割礼还在痛的时候，就屠杀示剑城的人，为这个妹妹来报仇，以至于父亲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呢，好，也没有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在他们身上，所以犹大老四，好，顺理成章就继承了长子应当要继承的长子的名分哦。而这西缅支派呢，其实好，在这个民数记当中，好，他的人数本来一开始很多，开始的时候有59300人，可是到40年之后呢，好，要准备要进迦南地，腰斩，剩下多少人？22200人，好，是40年后人最少的。40年前人最少的呢是马拿西，好，32200人，我用蓝色的地方来标记。可是呢，好，在这40年后呢，成为西缅人数是最少，但是黄色是人数最多的，是哪一个支派？犹大支派哦。不论是40年前或是40年后，好，都是人数最多的。所以人数最多、人数最少呢，好，就被都分派在犹大地哦。好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读到历代志第4章的时候，他要来介绍西缅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在过去读历代志，好，历代志简单1到9章就是在讲家谱，10到29章在讲大卫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读的1到5章呢，好，就是在为大卫来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，成为一个标准，在做铺陈啊。所以昨天我们读的2章3节到55节呢，讲到犹大支派的家谱；3章1到24节呢，讲到大卫的家谱。好，然后4章的1到23节，再讲到犹大支派的家谱。好，这些家谱当中呢，好，有上百个名字。但300个名字当中呢，很多都在旧约当中出现，好，包括有士师厄陀聂、士师雅尔，好，甚至呢还有很多重要的地名，好，包括希伯伦，包括基列耶林，好，都是让从历代志当中在交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地方、这些的人，而从这地名就知道说当初的祖先好是谁住在这边。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第4章的24节到43节，会讲到关于西缅支派的家谱，以及整个第5章是在过约旦河的没有过约旦河的约旦河东有2个半支派，好，他们的家谱啊。西缅支派就是西缅的后裔，而西缅支派他居住的地点，好，从28到33节，还有西缅支派他后来怎么样继续存留在南地的地方。而约旦河东的支派呢，就是以色列长子名分，好，就是吕便或是流便，这本来是12个兄弟当中的大哥，好，他应该要受祝福，好，最后他的下场，好，是被亚述皇帝掳去啊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而吕便支派的家谱，还有迦得支派的家谱，还有约旦河东好支派的简史，还有另外半个支派，就是东马拿西支派的这些族长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会读这段圣经的内容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好，首先我们要来读的是第4章的24节，好，要一直来读到第27节。好，请敏哲长老带我们一起来读。历代志上第4章24节，西缅有5个儿子：尼姆利、雅敏、雅利、谢拉、扫罗。扫罗的儿子是沙龙，孙子是米比山，曾孙是米施玛。米施玛的儿子是哈姆利，孙子是萨克，曾孙是示美。示美有16个儿子，6个女儿，但他兄弟的子女比较少，因此西缅之族不像犹大之族那么人丁旺盛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西缅呢？好，他的后裔，好，在这边看到他有5个儿子，好，但是如果我们看的是出埃及记，会记载他是有6个儿子。西缅排行老2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再从28节来读到33节，会看到他们占领了13个地区和5座城。好，再请重读，从28读到33。28节，西缅的后代一直到大卫王时代，都住在下列诸城镇：别是巴、摩拉大、哈萨舒雅、毕拉、以森、陀拉、比土利、荷尔玛、喜格拉、伯马加伯、哈萨苏萨、伯比利、沙拉因。他们也住在以坦、雅因、临门、陀剑、雅山等5个城镇。
以及附近的村庄，直到西南方的巴利城。以上是他们的家族和他们居住地方的记录。所以我们看到西缅支派在40年后人变少，好，但是呢，他们和犹大支派都是一起在南地的地方。好，刚才我们看的地图，而接下来要记载西缅很特别的，就是他们不管是北国被灭或是南国被灭的时候呢，西缅他们没有被抓去，为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读34节到43节。34节，米索巴、亚米勒、亚玛谢的儿子约沙、约尔、约士比的儿子耶户、以利约乃、雅各巴、约朔海、亚帅亚、雅底叶、耶西灭、比拿雅、是非的儿子细撒、亚龙的儿子是耶大利、申利、是玛雅的后代。由于他们的家族不断增多，他们向西扩展，几乎到了基拉尔，在基拉尔山谷东边牧放羊群。他们在那里找到一大片肥沃的草原，那片宽广的草原非常幽静。从前有韩族人住在那里，在犹大王西西家时代，以上那些族长到基拉尔，摧毁了当地居民的帐篷和茅舍，把他们赶走，定居在那里，因为那里有草原可以牧放羊群。西缅之族另外有500人往东到了以东，他们的领袖是以士的4个儿子：比拉提、尼利亚、利法亚、约薛。他们杀了遗留在以东的亚玛利人，从此一直定居在那里。好，那这里就讲到为什么西缅他们可以继续住在南地，好，因为他们是比犹大又更南边，所以不论是在主前的722年，北国被亚述人灭掉，或是主前的586年，南国被巴比伦灭掉，西缅呢，因为他们比较远，好，所以他们还可以定居在那边哦。所以他的说好，他们一直住在那边，就是从被掳到归回的当中，西缅当中有少数的领袖，他们是一直都在那个地方逃过了好北国这个亚述的追杀，或是南国遭遇的巴比伦的追杀。好，那这是第4章的后段，好，讲到了西缅支派的家谱。所以我们已经看完了雅各12个儿子的当中，看完了犹大支派，也看了西缅支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第5章另外2个半支派，好，他们的人到底在哪边？好，我们接着来读第5章，从第1节来读到第2节。第5章第1节，以下是雅各长子吕便的后代。吕便跟父亲的妾有染，因此失去了长子的权利，这些权利归给了约瑟。犹大支族最强大，从他产生了一个领袖，统治所有支族。好，所以这里交代了长子是吕便，好，和本写成流便。好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没有尊重他父亲的所有的好，以至于呢得罪了父亲，得罪了上帝。所以吕便其实后代有很多人，我们接着来看，好，他的后代有哪些呢？3节到10节。第3节，雅各的长子吕便有4个儿子。哈诺、法路、希斯伦、加米。以下是约尔按父系传下的后代：示玛雅、哥格、示美、米迦、利亚雅、巴利、贝拉。贝拉是吕便支族的首领，被亚述皇帝提格拉比列色俘虏过去。在吕便支族族谱上所记族长的名字如下：耶利、撒加利亚、比拉是亚萨的儿子，示玛的孙子，属于约尔那一宗族。这宗族的人住在亚罗尔，也有的住在亚罗尔北边到尼波和巴利缅之间。好，到第10节。他们在基列地有成群的牲畜。因此，他们占领了东边的旷野，一直伸展到幼发拉底河。在扫罗王时代，吕便支族攻击夏甲人，杀了他们，占领他们在基列东边的整片土地。好，我们
们看一下第6节啊，好，所以这个老大吕便呢，好，他因为住在约旦河东边，好，但是上帝没有与他同在，所以以至于呢，当亚述皇帝第一次来掳掠北国的时候，好，是在主前的732年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15章。好，那吕便的当中有一些领袖就被带去，就被掳去了。好，所以他的这些的儿子们呢，或是后代呢，好，是一直在约旦河的东岸来定居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支族是迦得支族啊，好，迦得呢，它是排行第7。好，我们来从第11节读到17节啊，12个兄弟当中的第7，11到17节。第11节，迦得支族住在吕便支族北边的巴山地区，向东伸展到撒迦。那宗族最主要的开创人是约珥，第二重要的开创人是沙番。巴山地区其他宗族的开创人是亚乃和沙法。迦得支族其余的人属于以下7个宗族：米迦勒、米舒兰、示巴、约赖、雅干、细雅、希伯。他们都是户利的儿子亚比孩的后代。他们的祖先往上推是亚比孩、户利、耶罗雅、基列、米迦勒、耶士塞、耶哈多布斯。亚比迭的儿子古尼的孙子亚西是这些宗族的族长。他们住在巴山和基列地区，以及沙伦各处的草原。这些记录是在犹大王约坦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世在位时期编写的。那迦得在约旦河的东岸呢，住的比大哥的吕便更久。好，吕便住到扫罗王当王的时候，而迦得呢，在最后一节17节有提到是住到犹大王约坦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时候啊。好，所以他已经是在大卫之后的第8代哦。好，扫罗是在大卫之前。所以在迦得呢，老7迦得，好，在约旦河东岸呢，住的比吕便这个支族住的更久。而从18节到18节到26节啊，我们先从18节读到22节，好，来看这2个半支派，好，18到22。第18节，吕便、迦得2支族和东马拿西支族，拥有训练精锐的军队。44760人，他们善用盾牌、刀剑和弓箭。他们去攻打伊图、拿菲施和挪达的夏甲族人。他们信靠上帝，向他祈求帮助。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把夏甲人和他们的盟国都交在他们手中。他们从敌人那里夺走了5万只骆驼、25万只羊、2000匹驴。又俘虏了10万人，他们杀了许多敌人，因为这场战争是出于上帝的旨意。他们住在那地区，一直到流亡时。好，那这里讲到约旦河的东岸，好，不管是吕便或是迦得，甚至加上了约瑟的长子啊，东马拿西，因为马拿西又分成2边，东边有一半，西边有一半。所以这2个半支派呢，他们在约旦河东岸呢，好，是与夏甲人，就是阿拉伯人啊、伊图人、拿菲施人在打仗，但是他们知道怎么样靠上帝的帮助，在第20节的地方，好，他们在战场上好呼求上帝，信靠上帝，向上帝祈求帮助，上帝就垂听他们的祷告。为什么要垂听？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。并且呢，上帝让他们得胜。好，22节说，好，因为这场战争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好，战争是出于神，所以呢，他们一直住到什么时候呢？住到被掳的时候，最后一节流亡的时候。所以这些的东岸呢，刚才已经看到吕便支族被掳，然后现在呢，这2个半支派也是被掳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是约瑟的长子东马拿西这半个支派。好，他们也在这个约旦河东岸的故事啊，好，从23节读到26节。23节，东马拿西支族定居在巴山地区，向北到巴利黑门、士尼尔和黑门山。他们人口增加很快。他们各宗族族长的名字如下：以弗、以士、以列、亚斯列、耶利米、何达威亚、雅迭、
这些人都是杰出的军人，是族中有名的领袖。东岸2支族和半支族的人民不忠于他们祖宗的上帝，离弃了他，去拜那地原先著名的神明。上帝曾经从这块土地上把那些原先住民赶出去，因此上帝使亚述皇帝普勒来侵略他们。普勒皇帝俘虏了吕便、迦得和东马拿西支族的人，把他们永久安置在哈腊、哈伯、哈拉和歌散河边。历代志写的名字、人物、地点，好，非常的准确，好，准确到说，好，你可以去对照旧约，好，然后都连得起来。好，那这一段历史记载呢，好，让我们看到，好，北国2次被亚述皇帝来攻打，一次是在主前的732年，好，然后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15章。第2次呢是在主前的722到721年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17章啊。这2次的被掳呢，好，让这一些好北国的10个半支派，好，他们通通好都被被掳，好，而因为他们没有倚靠上帝，他们虽然中间曾经学习过打仗，但是他们却忘了上帝，没有专心倚靠上帝。以至于他们就从这个族谱当中，从这个信心人物当中就没有下一代，就没有下一代的故事，好，所以非常的可惜。今天这段的经文，好，让我们看到了2个人物啊，好，第一个人物就是吕便，雅各的12个儿子的大哥长子，他因为肉体的淫乱，好，去睡了他爸爸的妾，以至于呢被他爸爸咒诅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让我们想到的是以扫和弟弟雅各，为了一碗红汤或是红豆汤，出卖他长子的名分，贪爱肉体。而在今天第5章的最后一节，就是列王记下17章所记载的，如果我们好，没关系，我来念。好，这一些人呢，好，他们曾经因为他们东岸2支族和半支族的人不忠于他们的祖宗上帝，25节离弃了上帝，去拜那地原先著名的神明啊，就是这个约旦河东岸的这些神明。上帝曾经把这一块土地上那些原先住民赶出去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没有把上帝欢迎来到这个地方居住，还在继续的供奉服侍他们，以至于呢，上帝就派更坏的人，就是亚述皇帝来把他们赶出去。而且把他们带走之后呢，好，最后一句话是，直到今日啊，在现代中译本有这个翻译，好对不起，在和合本有这个翻译，可是呢，在现代中译本没有这个翻译，就他们被带出去之后，就再也回不来，好，而是出于属灵的淫乱了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好，当我们基督徒要避免的是肉体的淫乱，还有属灵的淫乱。肉体的淫乱就是贪爱肉体。属灵的淫乱就是我们没有认识上帝，敬畏耶和华，以至于得罪神，而这些都会夺走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，给我们的祝福。盼望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好，能够从我们的帮助提醒，好，也让我们能够更知道，好，每一个原来可以继承上帝的儿女，好，所以原来都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即便在征战当中，和阿拉伯人在打战当中，但是都可以依靠上帝来得胜。但是我们不要陷于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中，以至于失去了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在今天历代志的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见西缅支派和犹大支派虽然是不同的母亲所生的，但是他们却能够彼此相爱，能够彼此和睦，同时他们也都能够在这地方来继续的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、服侍神。而今天我们也看到，在约旦河东岸的长子吕便支派，还有老妻迦得，还有看到这个东马拿西，他们曾经依靠神而征战得胜，但最终却没有把信仰传承，拜了金牛，陷入了耶罗波安的网罗当中，以至于他们不仅失去了产业，失去了土地，失去了生命，更失去了
属灵的传承和祝福。求上帝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够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美好的产业能够紧紧抓住，也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上帝的话，紧紧跟随你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愿主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危难临到，我心靠你，深深是你必领我度过，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。不要将我们摆在神的面前，求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所依靠。
说上帝有囝无孙哦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而不是靠我们的父亲，不是靠我们的阿公，不是靠我们的阿祖，我们才能够做上帝的儿女，而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做上帝的儿女。我要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，为我们每一个人坚定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应许，靠着亚伯拉罕靠着雅各给犹大的应许和祝福，我们要来领受这一份的祝福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与你同做上帝的儿女，能够同做信心的后嗣。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感谢耶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的辖制。谢谢主耶稣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以后我们要成为新的。因为上帝你爱每一个人，我们是借着耶稣能够做你的儿女，不是借着我们的父亲，不是借着我们的阿公阿祖，而是借着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主啊，我们再次坚定信靠你的应许，紧紧抓住你给雅各的应许，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给犹大后裔的应许，你给大卫的应许。在今天的上帝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再次被提醒，也让我们再次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第二件我们要祷告的事情，我们看见流便，就是吕便这位大哥属灵的长子，血统上的长子，他因为贪爱肉体的情欲，满足自己一时的情欲，而永远失去祝福。不仅他失去，他的儿孙甚至在他的10几代之后，搬到了约旦河东岸，仍然被亚述皇帝掳去，而且一去再也没有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儿女、儿孙，他们有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？他们有没有继续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坚定不移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属灵的后裔、属灵的儿女，都能够紧紧抓住上帝的话，一生到老都不偏离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，因为上帝你爱我们，你也爱我们的儿女。主要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一样好处都不缺。主要求你来按着你的宝贵的应许、丰盛的应许，主要把这样的应许赏赐给我们的儿女，给我们的子女，给我们的下一代。不论是我们所传福音的，不论是我们的小组员，不论是我们的弟兄和姐妹，主啊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，主啊，你都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上帝的话语、你的应许永不改变，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胜过今生的骄傲，让人一生永不离开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已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，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，全能真神，我敬拜你。坚固磐石，坚固磐石，全能真神，我敬拜你。今天早上我们有一区在小组员的家中举行了圣别礼拜，就是所谓以前的除偶像。这位小组员，这位姐妹，12年前就在迦南教会受洗，成为基督徒。可是这12年来，她家中的神明桌、土地公、观世音的这些像，一直都在她家的客厅当中，成为她一个很大的征战。但是借着祷告，借着信心，这位小组员，这位姐妹，她的信心并没有一天一天的减少，反而一天一天的坚定。终于在她受洗的12年后，在她的先生，还有在她的家人，在她的婆婆同意之下，今天有30几位的弟兄姐妹一起在那边来见证上帝的丰盛的应许。
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避免属灵的淫乱。吕便长子在约旦河东拜偶像，老妻迦得在约旦河东跟以东人、跟以扫的后代一样拜偶像，甚至连约瑟的后代东马拿西也在约旦河的东边，没有来敬拜上帝，拜偶像，以至于上帝让亚述皇帝2次去到那个地方，把那边的所有的以色列的后裔全部抓走，一个都不留，一个都不剩。到耶稣的时代，剩下一些撒玛利亚人。这些撒玛利亚人，他们的祖先是谁？他们都已经忘了，都已经找不到了。但是上帝还是给撒玛利亚人听见一件福音，就是我就是生命的水，凡喝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渴。当我们能够抓住主耶稣，当我们能够来领受上帝，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，相信我们必定永远不渴。我们再次来祷告，最后也为我和我家来祷告，让我们的家中成为一个高举十字架的家，让我们的家中是一个高举基督的家，让我们家是一个我和我家都要必定侍奉耶和华的家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谢谢主耶稣，主啊，你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使用我们，你也提醒我们要避免属灵的淫乱。人若贪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远离世界的诱惑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，谨守你的教诲、你的律例、典章和诫命，让我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移。让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，让我的儿女都能够敬畏耶和华。主啊，让我和我的家人、和我的先生、妻子、配偶、父母亲，主啊，都要来侍奉主。主啊，求你按照你丰盛的应许，再次把这样的祝福恩典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，也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话语是永不改变。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